己中華文化裏面古時嘅塗鴉，喺動與石器時代其實已經開始有塗鴉嘅出現。其實係令我覺得感觸係比較深嘅，因為我哋可能我哋大部分人都會認為咧，塗鴉係而家比較新興嘅一種街頭藝術啦，但係其實可能忽略咗佢咧，已經係源於係好耐以前啦，甚至係石器時代就已經開始有嘅一種文化嘅傳承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今日學到嘅可能係有好多關於塗鴉嘅歷史同埋佢嘅源自或者係佢嘅技術去點樣塗鴉咁樣嘅一啲方面嘅知識啦，其實都令我獲益良多啦。我係好多謝學校去咁樣去舉辦一個關於呢種比較可能係冷知識類嘅一個課堂嘅一個工作坊嘅。同中華文化咧就好似中國人一直講嘅咧，要有 unity 要團結啦。我哋個個都要同同學一齊溝通，一齊整呢幅畫，唔係得你一個人咯。我覺得好有意義。其實我覺得因為好多時喺正統嘅課程裏面咧，塗鴉未必會係一個被教授嘅 subject 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如果可以俾學生接觸多一樣藝術嘅表達形式會更好，咁而且中華文化其實我覺得喺塗鴉裏面亦都可以好展現到出嚟咯，咁所以我就好想將呢兩樣嘢結合，然後帶入校園咯。